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5月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啊。今天这个胡适全天是低开高走，跟昨天是反过来的啊。截至收盘沪指涨0.28%，深成指涨0.93%，创业板指数涨1.65%，两市成交额是1.29万亿，比上个交易日缩量1749亿。上涨个股3800只，下跌的是1200多只，还是涨多跌少遗憾的就是成交量跟不上也就是说这个还是存量资金在里面搏杀。值得关注的是 A 股的这个军工股昨天和今天都非常活跃新浪财经报道说板块方面军工概念持续爆发，航飞方向领涨，七峰精工30厘米的涨停，中航成飞、华武股份双20厘米涨停。这个军工概念全线爆发这个能不能持续要打个问号。因为这个军工股爆发它主要是受这个印巴不是发生冲突嘛，受这个影响。咱们国内流传的都是巴基斯坦方面的说法，那是巴基斯坦空军击落了这个6架印度的这个什么阵风苏30米格29这些战机，说的有鼻子有眼咱们的信息来源都是来自巴基斯坦。然后巴基斯坦说这个印度的飞机都是用大国生产的什么飞机还有导弹击落的，所以这一下就让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个军工股一下就爆发由于这个消息来源都是来自巴基斯坦我在这个互联网上找了一圈我想看一看不是来自巴基斯坦的消息，结果好像非常少。按照这个印度方面的说法，那战果完全相反首先是印度方面他的媒体都是否认了这个巴基斯坦击落6架印度的战机，不仅否认这个，反而传言他们这个印度的媒体当然了有可能也是谣言咱把话说在前面。他说印度空军成功拦截了巴基斯坦的空对空导弹，导致巴基斯坦陷入恐慌。还有说至少有2架巴基斯坦就是那个先进战机在阿姆利泽附近被印度的 S-400防空系统击落。这个可真是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如果这个是真的话，这笔仇希望黄俄要记到俄爹身上。这是煮豆燃豆萁吧，这是相煎何太急S-400印度人用 S-400系统防空系统击落了就网上说的那个先进战机。关键还有这个印度媒体说这个数字可能更高，也就是不是打掉1架。这个在俄乌战场上这个 S-400那就是个摆设就是靶子让人打的。结果到了印度这儿怎么大显神威呢？把咱们卖给巴基斯坦那个先进战机给它击落了。当然这个很有可能是印度方面造谣。但是如果说是印度造谣巴基斯坦方面的信息可靠，那似乎又解释不通印度的股市它没跌，它反而涨了。按理来说打得这么惨，那印度空军一共才几架飞机这干掉5架那个战斗机，还1架无人机，这个空军的损失惨重而且据说法国阵风那叫什么达索公司通过法国政府给印度下令，让印度不要飞他的什么阵风了，被人打下来不好这都是传言那按理来说那印度的股市应该暴跌这有亡国之兆你的飞机都被打掉了已经巴基斯坦获得这么大的成功那是绝对的胜利就发射了几颗那个导弹那应该巴基斯坦的对吧，这个股市暴涨，信心暴增但是巴基斯坦今天的股市崩盘了，昨天暴跌6%，后来弹回来一点，跌了2.6%，是昨天巴基斯坦股市。这个解释不过去根据这个环球市场播报报道巴基斯坦股市大跌，巴基斯坦股市触发交易暂停，巴基斯坦 KSE 100指数下跌4.1%至10.5587点，巴基斯坦股市基准 KSE 30指数下跌5%，触发交易暂停。这个反正不太好理解也就是你如果是巴基斯坦大获全胜的话，击落印度6架战机的话，那么怎么巴铁的股市这2天跌了将近10%？按道理应该是印度股民买单呢，印度的股市暴跌才对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要冷静现在有很多外国人也不学好，他知道叫投其所好，他知道这个大国人喜欢什么，
他要定向向大国宣传。那个胡塞武装那个发言人叫叶海亚，他正好他会中文呢，这哥们就专门用中文发消息，免得你们翻译挺累的。这个就挺有意思啊，你为什么专门用中文发消息呢？有点像那个定向投喂，知道你喜欢这个，给你喂点料，然后很多人一看，对吧，就是这个热血沸腾啊。我觉得还是要冷静一点，多看一看其他方面的报道，就多角度看一看。其实按道理来说如果是巴基斯坦大获全胜，那应该是巴基斯坦股市它就是跌，它不能跌这么多现在这个走势明显是这个资本市场崩盘，就资本要跑这个就是说这2天启动的这个军工股的行情，大家还是要谨慎因为军工股这个水是特别深我们再看看这个海外机构怎么看待胡适的。高盛称中国股市保持韧性。你看这个昨天咱们的村长就说了，3巨头会议村长说咱们胡适靠谱吗？胡适保持韧性。你看看今天高盛他就说了，中国股市保持韧性。什么叫看齐意识什么叫满满的求生欲对吧？这学习能力一晚上他马上就消化了。高盛说中国股市保持韧性，维持增持评级。5月8日，高盛发布研报称，中国股市保持韧性原因包括美元走弱、经济增长强劲以及国内政策支持。高盛维持对中国股市的增持评级，并上调2025年每股收益预测，将民盛中国指数和沪深300指数的12个月目标点位分别上调至78点和4400点高盛认为未来1年胡适还要涨1100点到4400点，这意味着其潜在回报率分别为 7% 和 15%。 近期高盛还将全年南向资金净买入预期从750亿美元上调至1100亿美元，原因包括资金从美国流向中国、H 股的成长性和估值优势，以及新股 IPO 和回归上市推动南向可投资范围扩大。也就是说高盛昨天晚上连夜估计就开会学习文件学习精神，对吧？这新学的这些词儿要用上。我们再看看这个21世纪经济报道说直播荐股又翻车，4家券商接连被罚，小券商为何成为重灾区？说财经直播成为券商引流新趋势，然而违规行为却时有发生。这个现在各行各业都要直播都要引流，都要自己给自己宣传，那券商也得这样他日前2家券业排名80名后的券商叫粤开证券、华兴证券，因直播违规被上海证监局点名。此前中天证券、国荣证券也因直播违规被监管处罚。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券商直播相关罚单发现，未按制度规定及时报备相关直播活动，未对相关直播内容进行审核，在直播过程中提供涉及具体个股的投资建议，向客户提供部分投资建议缺少合理依据，相关投资建议信息留痕记录不完整，组织证券投资顾问人员与不具备证券投资咨询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合作，开展网络直播投顾业务，是目前券商直播被罚常见原因。为什么这些小券商顶风作案呢？这些小的券商违规的越来越多呢？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投顾团队人员构成差异，在受访券商资深人士看来，相较于头部券商，中小券商主播面临的直播获客压力更大，这也是其更易出现违规问题的重要原因。监管希望券商直播更多进行投资者教育，也就是监管希望券商拿直播间当做这个投资者这种风险教育的一个基地，而不是推荐股票，更不是用来引流获客。直播获客引流的难度较大，头部券商获客渠道更为多元，往往不会对直播获客给予太大的期待，主播获客压力小，没有必要踩线直播。某券商资深人士分析到，中小券商尤其是小券商则不同，其获客渠道相对较窄，通过直播获客引流的压力大，而要想通过直播获客，主播则要输出更多观点性内容，比如告诉网友买什么，一旦涉及买什么，则容易被视为存在涉及个股投资建议
建议缺少合理依据等违规行为，继而被招致处罚。上述受访人士进一步分析到，营业部投顾获客压力大，在获客压力驱使下，更易出现踩线行为。券商要想管得住主播，让其不再违规，除了加强合规风控管理与对主播的培训，还需减轻主播获客压力，尤其是营业部主播要切实为其松绑。如果压在主播肩头的获客担子太重，踩线行为将难以避免。这个我倒是有别的看法啊，我不是说支持这个券商啊在直播间啊去推荐股票去踩线，我只是说啊，你从这个受众这个角度来看，就这些人跑到直播间来是他们想看什么？对，你得搞清楚。这些人跑到直播间来看，他不是想看你教育他什么风险，对吧？他们是想看我现在我要买什么，明天就能发财，对吧？今天你告诉我一个股票代码，我明天我一开盘就买进去，你最好告诉我点位，对吧？是多少钱买啊？多少钱卖？这个大家都是这种心理啊，或明或暗，有的是直接，有的是比较隐晦。总之，他都是抱着这种预期啊，跑到这种直播间去看的。正因为有这样的观众，有这样的网友，有这样的所谓的投资者，那这个直播间他才会投其所好，他要搞更多的粉丝啊，要获客，所以他就投其所好。我不是支持这个券商啊，我只是说分析这个原因。那么好，你监管部门，你让券商，你们直播间不准干这事，不准推荐股票，对吧？你得教育他们，风险教育可以啊。那这些人他就去了那些，对吧？自媒体的直播间，更加无法无天的，甚至啊，会有很多人去了骗子直播间，对吧？最后输的是倾家荡产，对吧？进了那直播间，最后加入什么炒股群，那个群里面就他一个人是活人，剩下的都是机器人，对吧？这个案例啊非常多啊，这个报道也非常多，所以监管部门还得想办法怎么把这个链条啊，这个恐怖螺旋给它打掉的根本啊，还是要对这些所谓的投资者啊要进行教育。与其说他们是投资者，你不如说他是赌徒，本质上是想不劳而获。哎，拿点钱吗？对吧？七大姑八大姨借点钱，加点杠杆，我现在买，明天就能赚钱，不都是这心态吗？我也这个心态啊，我以前炒股的时候就这心态啊，我都想着我现在一买，明天对吧一涨，然后我就涨它可以，我就卖掉，马上就赚钱了。你就没有比这个更让人感觉到快乐的，对吧？你不推荐股票，别的直播间照样就推，对吧？别的直播间你管不了，人家对吧？通过各种手段暗示，对吧？最后把它引流到一个私域，也就是什么炒股群呢？最后啊定向精准的宰割，本质上啊是傻子太多啊，骗子不够用。我们再看看这个新浪证券报道啊，说8家 A 股上市公司年报难产。A 股上市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季已经结束，但仍有8家公司年报难产。数据显示，5403家上市公司已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不过，玉龙股份、中航产融、普利退、ST 新潮、紫天科技、金利泰、天茂集团、新 ST 恒利出现年报难产。从估值来看，这8家公司市值呈现2极分化状态，其中玉龙股份、ST 新潮、中航产融和天茂集团4家公司市值超过100亿元，中航产融市值甚至达到306亿元。这个中航产融好像是央企吧，反正是国企啊。另外4家公司中，金利泰市值大约20亿元，其他3家公司市值均不足20亿元。玉龙股份、中航产融正在主动推进终止上市事项，因此无法按期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以及2025年一季报。那个普利退已经收到深交所关于公司股票及可转债终止上市决定。其他5家公司中年报难产原因各有不同，金利泰是因年报中财务信息等相关重要事项未能完成核实查证程序，预计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报。天茂集团、ST 新潮是因为年报涉及的部分信息需要进一步补充或核实，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报。更狠的是紫天科技，因未聘请年审会计师，这家上市公司连年审会计师都没聘请，你是指望他出年报啊？根据证券法啊，这个公众公司就上市公司必须在法定时间内披露这个相关的报告。大家知道叫证券法，它不是说那个什么证监会什么交易规则啊，是部门的规章制度，它是叫证券法。应该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79条规定啊，上市公司、公司债
券上市交易的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应当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场所规定的内容和格式编制定期报告，并按照以下规定报送和公告。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4个月内，也就是4月底5月1号之前吧，报送并公告年度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也就是说这公司如果在5月1号之前没有披露这个年报的话，那实际上就是违法，这已经犯法了。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买了这些股票的人，你就倒霉吧。这公司公然犯法，这8家公司应该毫无意外，应该这都要退市。你想一个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违法，所以说他这个年报出不来，那绝对不是什么小事那确实出不来。我们再看看这黄金最近这个黄金的价格是不是像过山车一样的上蹿下跳？就是今天下午现货黄金刚刚跌破3350美元每盎司，最新报价是3347美元每盎司，日内跌 0.5%。上午现货黄金还涨了 1%， 超过3400美元每盎司，这下午又跌 0.5%， 也就是这黄金价格这个波动加大的这个作为普通韭菜不太好把握。我看最近网上老有人媒体宣传这个什么拿几十万去炒黄金的，什么一天的波动就相当于他几年的工资，有很多这样的宣传很多无知者无畏初生牛犊不怕虎拿着钱就觉得黄金要涨。我是不提倡炒这些自己不懂的自己认知之外的这些东西，对吧？我在我以前很多节目里面说过，原因呢，理由是什么？一个是你不懂，对吧？你也不想花时间去研究这玩意儿。这是第二个呢，这黄金这玩意儿，你想一下，股票这种东西你都玩不好，你玩黄金的坑是最多。这不你看看，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今天有媒体报道说有网友称朋友在工商银行买到掺假金条，涉事银行正核实。今天晚上热搜有这么一条，说有人在工商银行买金条买到居然是掺假的金条。工商银行这还有天理5月7日，有网友称朋友在某银行购买金条，发现金条内部有杂质，引发关注。聊天记录显示，网友在某微信群内称：“亲们，我朋友在银行买的金条融出来是这样的。”网点态度强硬，图片中2根金条，其中1根注有某某某银行等字样，金条从中被剪开，内部疑似有杂质，这个杂质叫肉眼可见。这个凤凰网财经报道此事引发关注，有网友表示希望涉事银行给予回应。在相关聊天记录中有提及南翔支行字样，疑似某银行上海南翔支行。5月8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到该行工作人员说此事我们正在进一步核实，暂不做任何回应，后续核实处理进展会有专人回应。所以有好多这个黄金迷说我把钱买黄金，对吧？是不是很安全呢？不行，我拿个罐子把它埋起来。你看看你在正规银行买的黄金居然掺假，而且那个金条剪开之后肉眼可见里面有杂质，黑色的，至于什么这个金条上生锈，对吧？铜绿什么的那就不说了。有人说我把金条我放在买了之后还放在银行那儿，或者放在金店，也可能跑路对吧？等到你要钱用的时候，拿着这个金条去变现到那个什么黄金回收那个点，对吧？也有好多坑等着你。我们再看一看这个贸易战，这个胡锡进老师关于贸易战，他发了一个微博他说中美均宣称两国团队将在日内瓦谈判。外界首先关注一个问题，中美哪一方先向对方提出了谈判请求？因为他的答案涉及对谈判形势的判断。这个很有意思胡锡进他比较纠结到底谁先打的电话，谁先软的，谁先让我们谈吧。反正我看那个就中方的这个说法那是应美方要求但是这个特朗普还有这个他的那个财政部长叫贝森特他在接受议员问询的时候，议员问他到底是谁给谁先打电话的，这个贝森特含糊其辞一时语塞，说没有什么谁先打电话。但是在我看来这纯粹是胡锡进老师上头了。胡锡进老师对这种谁先给谁打电话这个纠缠不清，这个纯粹有点上头。实际上谁先给谁打电话这个它不是个问题，它应该是叫什么同一个事情两种表述，就是中方有中方的说法，美方有美方的说法，你非要去把它搞明白到底谁先打的这个电话，或许没有打电话这一说，对吧？你过于纠结于这个谁打的电话，偏离
了啊，这个双方这种就是要解决这个事情的这个方向。就我们要看结果是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个一致。如果双方达成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结果，那谁先打电话，那谁立功啊？应该这么理解吧？你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治气、斗气，国家治理能用斗气吗？不高兴遇到没头脑是吗？对吧？国家的治理，这个外交讲究的是智慧啊，不是志气啊。就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你最后看结果，如果这个结果非常好，那谁先打电话，我认为谁立功。胡锡进这种人啊，当然只是一个代表，这么一批人呢，把这个变成一种志气啊，外交就变成一种互相对着干。不是我给你跪着，就是你给我跪着，就这么两种，就是还在这种思维里面装不出来。那你这个思维跟特朗普打交道，你会吃亏的，因为特朗普他是商人思维，是有利益就行，对吧？胡锡进老师他这个观点，他写的非常长啊，我就不介绍了。他这个观点本质上就是，要么对吧，你美国过来你给我跪下，要么就我给你跪着。外交是门艺术啊，不是跪着。这个花旗银行说啊，中美贸易战可能缓和，但前路艰难。花旗分析师表示啊，中美双方都有理由缓和贸易紧张局势，但进展将会缓慢且不均衡。未来6个月可能会取消部分关税，开启更广泛的谈判。这个芬太尼关税20%最容易取消。他说这个中国方面可能会解决美国的担忧，这20%要减掉啊。升级性关税91%很可能很快被取消，以增进善意。那么对等关税是34%，是最难取消，这与美国制造业目标和中国产业政策相关。这个花旗这个说法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那最后只剩下34%的对等关税，那对等关税，那就双方你让一步，我也让一步，那就也有可能会谈到10%到20%啊，甚至25%。所以花旗认为啊，可持续的贸易协议需要将关税维持在20%到25%。他说，但真正的进展可能要等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才会出现，对吧？如果是20%的话，那对于中方来说啊，因为咱们很多外贸企业它就可以赚钱了，20%，然后中美双方这个美国的贸易商他要承担一点，中国的这个出口商工厂他也会承担一点，对吧？上游还在承担一点，每个人都承担几个点，这个生意就能做了，你把货送到美国去就能赚钱。这胡锡进老师啊，他是过于强调这个外交中的这种斗争、针锋相对，对吧？这种特性，而忽略了外交中的这种艺术性啊，这种柔性外交。当然了，他们也没有领悟到这个政府说的啊，贸易战没有赢家，到底是什么意思？谁疼谁自己知道。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